健康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根据这统计呢，癌症是连续43档拢是咱台湾10大死因的第一名。嘛，因为这癌症早期呢是无啥镜头，所以民众定会去疏忽去。卫福部自114年开始，就扩大来推动免费的癌症体检，亲像台北市嘛来推出体检抽机票的活动，鼓励民众利用健保的资源，那量早发现，就通量早治疗。 根据卫福部公布的资料，癌症已经连续43年是台湾第一大的死因。国健署表示，癌症初期并无明显的镜头，透过体检才会当量早治疗，降低死亡率。这一些检查其实是对于诊断癌症是最直接也最精准的，甚至于是癌前病变，那做了相当多的很好的早期治疗。配合政府健康台湾的政策，国健署今年嘛扩大癌症体检补助的条件，放年年龄范围和补助的金额。 针对目前癌症少年化的现象，台北市政府为着要鼓励市民，特别推出癌症体检抽机票的活动，鼓励民众为着家己的健康主动来体检。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，为着要增加少年人体检的意愿，会透过和病院合作，增加体检的便利性。他们在工作上，或者在生活上，在家庭上，可能时间都比较不够，所以我们跟超过1000家的这个医疗院所来合作，我们透过这样的方便性、可进性来鼓励大家。卫生局表示，透过体检唔乃使量早治疗，嘛会当防止癌症的恶化，降低癌症的死亡率。国健署表示，卫福部自114年开始，已经扩大推动免费的子宫头癌、喙腔癌、咽癌、大肠癌、甲肺癌5大癌症体检，整合资源提供多元的服务，特别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利用健保资源去做免费的体检，守护家己的健康。记者桂宗林、林启凯台北报道。